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个故事活化在我们面前。愿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的这段福音是接续上主日，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给5000个男人吃饱那个蒸饼的故事之后，那今天的福音分成2段。第一段是耶稣步行在海面上，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27节。后半部是彼得的插曲，彼得也想步行到海面，步行海面去会见耶稣，就是马太福音14章28节到31节，然后后面就是结尾。那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，表面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这段经文需要很深的解释。原因是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那个文学的特质，以及我们来看，因为它背后隐含了许多旧约的典故，如果没有解开，我们不太了解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文学的性质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其实是这个耶稣旅海跟彼得旅海的神迹，其实是一个耶稣显现的神迹，所以它的文学的类型是上帝显现。那上帝显现在古典文学里面常常看见，在旧约里面我们就记载耶稣曾经显现给摩西，耶稣也显现给以利亚，或者其他的先知，譬如说以赛亚跟以西结。那新约也报道上帝的显现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是上帝的显现。等到耶稣在登山变相易容显光的时候，上帝的荣光彰显在耶稣的身上，这是基督的显现。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基督的显现。耶稣基督在夜间在海面上行走，那些亲眼目睹这个异象的人，他们非常的何等的有福，他们就敬拜耶稣，因为他们看见上帝和上帝的大能。所以这个故事是基督显现的故事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来看23节，耶稣独自上山祷告。那我们看起来不知道，为什么耶稣莫名其妙怎么会独自上山祷告？然后呢，叫门徒呢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然后呢渡到那边去，然后他来叫众人散开，然后接着他上山祷告。我们的经文看不出来，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，就知道原来耶稣蒸饼的神迹引起那些以色列的基门们说：“哇，这是一个经济的弥赛亚，跟随他吃饼得饱，所以就要拱他做王。”耶稣不想利用蒸饼的成功来成就他个人的功业，他来到世上绝对不是要当君王统治，他是要舍生命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耶稣是要舍生命，使人因着他舍命而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他就把所有人都辞退完了以后，他就上山去祷告。到晚上就一个人上山，那山也是很美的象征，那是记载着重大的事件发生的地点，也是上帝显现的地方。摩西跟以利亚都曾经上山祷告，而摩西就领受了10诫，以利亚就在那里行了神迹。所以路加福音常常记耶稣上山祷告。那这是耶稣远离加利利热闹的乡镇生活，寻找一个独处，在那里有重大的事就要发生。好，我们来看耶稣走在那时候，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请问门徒做错了什么事，得罪了上帝吗？
怎么会遇到风浪？其实没有，门徒是接受耶稣的旨意，顺服耶稣基督，航行到对岸去，结果就发生了大水、风浪。好，旧约以大水泛滥来象征着那个恐怖的权势。这是诗篇18篇17节、32篇第6节、69篇第2节。但是圣经上记载，上帝是超越恶水的上主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诗篇29篇第10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表面看来顺服上帝的人，不见得得到利益，反而倒霉。倒霉了以后，其实背后上帝仍然在掌权。所以门徒顺服耶稣渡海，遇到强劲的逆风。旧约里面提到，上帝能够掀起风浪，也能够平息风浪。譬如说约拿书第1章4到16节就讲这个例子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段圣经在讲，虽然你我遇见人生的大风浪，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上帝。这样了解吗？我到东吴大学去的时候，第一天报道就被校长 K 了一顿，然后所有的一级主管全部用那个眼睛白白的地方看我，备受敌视啊，非常难处理。那时候我们的图书馆主任就请我去吃汉堡，然后他跟他讲说，东吴大学是奉上帝的名设立的。真正的老板背后掌权的，不是董事长，不是董事会，不是校长，是上帝。他亲自安慰了我。这一段圣经就在讲这意义。好，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第25节。那我们表面上就说这样而已。其实4更天就是晚上最后1更，就是清晨3点到6点。换句话说，表面上是这样看，可是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在旧约里面，是上帝就在最黑暗的时刻淹没了埃及人在海中的时刻。出埃及记第14章24节。周连华牧师很幽默跟我们讲说，我虽然是浸信会的，但不见得要受浸。我们两个人愣一住了。他跟我讲说，因为以色列人都从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。然后呢，埃及人全部受浸了，进到红海里。这样了解吗？这时刻最黝黑的时刻，最刚好门徒跟大浪搏斗到精疲力竭的时刻，就是旧约出埃及行神迹的时刻，也是耶稣基督走在海面上救赎他们的时刻。这样了解吗？就讲这个叫做 critical point， 最关键点、关键的时刻。好，另一方面呢，耶稣走水面，我们看起来没什么，就耶稣走水面。可是约伯记第9章8节说，上帝独自铺张穹苍，步行在海浪之上。约伯记所预言的只有上帝会做，而耶稣基督就走在海面上。意思就是说，这耶稣就是上帝嘛，上帝亲自显现了嘛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背后都有那个旧约的背景。然后这个意象跟以色列人出红海、出埃及过红海有关，可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走干地，了解吗？耶稣基督是踏在水面上，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啊！以色列人是被拯救者，而耶稣基督就是施恩拯救者啦。就这样的经文讲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名词，我们看起来都普通，因为我们中文翻不出来哦。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就惊慌地说：“哎呦，是个鬼怪呀！”然后就惊声尖叫起来。好，可能门徒为什么惊声尖叫？因为那时候凌晨前的昏暗，然后彻夜未眠，然后呢精疲力竭，眼睛昏花，
看到耶稣在海面上那个怪异现象，他觉得是鬼怪，对不对？好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那我们读起来不觉得什么？这个是我跟不要怕都有旧约的典故。是我的希腊文是 emigo 就是什么？翻成英文是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我就是。那我们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第3章翻作我是耶和华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什么？我不是你们所平常看见的那个耶稣呢，我就是耶和华上帝，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、管理宇宙万有的上帝，亲自来到你们当中了。了解吗？以色列人一听都懂了，耶稣们都听懂，我们听不懂啦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背景嘛。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那些圣殿的那个警察跑去要抓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结果他们听了，整个全部昏倒。我以前以为耶稣会办干功呢，然后他们都被震撼了。其实不是啊，在圣殿的警察在他们圣殿里面防守的时候，在那边读经的时候，读到我是耶和华说我是的时候，他们全部跪下来嘛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突然听到耶稣说哈，耶稣就是耶和华，我都昏倒就得跪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了解了旧约的背景了以后，我们再来看彼得的故事。彼得听了这话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耶稣基督把行水面的权柄也授给彼得，给这个门徒。啊，可是呢，彼得看到风大，他不仰望耶稣基督，他看环境，结果他就沉下去。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我认识好多弟兄半夜被鬼压到我的整个脖子刺了，啊！结果他还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结果那鬼就松手了，就走开了。第二天起来哦，这里有很深的勒痕呢，很多的很深的勒痕呢，啊，真的有鬼怪。啊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这句话呢，这是圣经里面受难者很多的祷告，诗篇第96篇第2节、15节，约拿2章3到17节、3到7节，后面有很多旧约的典故。然后耶稣就伸手拉住他，这也是合乎旧约里面的诗篇144篇第7节说：“求你从上伸出手救把我，救我脱离大水，救我脱离什么？”就是这个背景。其实呢，圣经上讲出每次上帝的拯救都说什么？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表示耶稣基督在我们受急难的时候，他随时会拯救我们。好，最后那个信仰的宣告，32节跟33节，那个他们一上船以后，风就阻滞了，本来是起风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是止风了。好。他们就敬拜说：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。”这个是跟马太福音16章彼得宣告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上帝的儿子”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一登上船，风浪立时平静。他们经历了救恩以后，他们就俯伏敬拜。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敬拜跟这个主一连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对上帝的敬拜跟赞美。好，那我们解释了以后，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怎么应用。这段经文其实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显现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主啊，我当为你做什么？我怎么面对我人生的困境？我们分这两方面。第一个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上山祷告，表明耶稣与父单独的相交、亲密的接触，那是他得安息之所。他生命的中心，他享受恬静，享受喜乐、平安。换句话说，他截取上帝的能力跟平安。这里说，耶稣是神秘临近平安的源头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可是他在享受平安的时候，门徒在那里边怎么样？在那边摇橹啊，跟大风搏斗，痛苦的要死。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说的：“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
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拥有平安，胜过世上的苦难；我们拥有喜乐，胜过世上的悲情；我们拥有荣耀，胜过世上对我们的轻贱。这是基督告诉我们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也每天要好好的灵修，跟天父亲近，才能够在我们家人各种遇到为难的时候，就要在一起。你们知道，照顾病人的人哦，最怕的是照顾的人恐惧到、害怕到，有没有？又尖叫又叫，有没有这种看病人的人？有啦，惊声尖叫。结果病人说：“你不要这样恐吓我好吗？我好害怕。”求主怜悯我们，从耶稣基督上学到这个。第二个，耶稣步行海面。我们知道以利亚的神迹，摩西、约书亚、以利亚、以利沙都行过神迹。他们或者将红海、约旦河分开，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走干地，唯独耶稣走在浪之上。换句话说，旧约只提到一位能够行走水面上的，那就是上帝，而耶稣就是上帝自己亲自显现在我们当中。他超越所有的先知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值得我们敬拜跟信靠的。好，在这里也提到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，放心，是我，不必害怕。”其实应该翻作“我是”，那表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，他是主，他有驾驭整个宇宙的一切力量，他用他的话跟生出来的宝贝，他的临在带给我们平安。所以那个旧约里面的“我是”，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跟谁连在一起？跟不要怕。我有一个朋友在读华神的时候，他写论文，他的论文叫做“不要怕”。结果他发现旧约里面一共有366个不要怕，然后刚好一年有300几天，365天啊，闰年那一天360天。换句话说，闰年那一天也不用怕。基督是主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好，那我们从认识耶稣基督以外，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来这段福音显示基督徒不能避免世上的风浪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教会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还会遇到风浪。所以千万不要看到弟兄姐妹在软弱、在受痛苦的时候，就说他有罪了，你要认罪。那个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说你真的不要带一个万金油神学。你知道万金油神学吗？反正你遇到任何会有痛苦，你有罪了要认罪，了解吗？呼吸不和你有罪要认罪，生病了你有罪要认罪。每一个人都抹万金油，手去听抹下海，目睭听抹白白，不多听抹肚宅，抹还凉凉的，又好像有效，其实没有效。不要认为患难的人是上帝咒诅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因为门徒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却遇到加利利的大风浪。我们知道加利利就会莫名其妙大风浪嘛。我们去加利利海的时候，你去看，一定是常常这样子，都莫名其妙大风浪。请问，如果你我是门徒的话呢？拜托这时候是大风浪我怎么要去呀？不要去呀！结果门徒还是去了。所以他们遵照耶稣的吩咐渡海，没有一帆风顺，反而狂风暴雨的试炼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人生遇到试炼是理所当然的，了解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懊悔说：“哎呀，早知道不要听耶稣的话，好，不要早知道，不要早知道了，知道了就知道了，就不要早知道。”而且他们会不会更气？我们在这里受苦，你在天上跟天父享安息，这样了解吗？会不会自怜？会啊。可是耶稣正在享受安息在父的怀中，却因门徒的艰难困境而情愿中断。上帝的子民若在翻腾的海中困苦无依，他无法在高天安息，他就转身下山，沿着山坡疾走，越过一切障碍。结果来到海上的时候，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海浪，对不对？
连渡船都渡不过去了，何况他个人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往门徒那里走去，意思是他走过门徒所走过的路程，从后面追上来，那威胁要吞食门徒的巨浪，他很轻易的制服，而且变成康庄大道，你知道吗？对门徒来说是大巨浪，是大巨浪；对耶稣是康庄大道。这个庄严、荣耀、尊荣的君王，就走这条康庄大道去找他们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以为我们受了苦难，耶稣不知道。耶稣不但知道，而且耶稣就制服这些苦难跟着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基督对我们不离不弃？他不容许我们覆亡，他知道，他掌控一切，他就踏着那威胁你我要粉碎你我的波浪，他把这些恶者踩在足下，他正驾着那个最令我们惊慌的巨浪而来，乌云密布，使我们看不见他，心中的恐慌使我们不在那边气他不来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基督就来了，就狂风立刻失去阻力，立刻在这个君王面前俯伏下来，这是很奇妙的，这一点值得我们安慰。好，第二点值得我们安慰的是，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那一夜最恐怖的不是那个乌云密布、乌云压顶、风声震耳欲聋、巨浪排山堵海，你知道吗？最恐怖的是什么？最恐怖的是狂风大浪之的后面竟然飘来那个阿飘阿飘听得懂吗？就幽灵啊。但这些人说，大浪我还可以摇桨，灌了水我可以摇出去，那阿飘来了，那我就没命了。他们恐惧到不得了啊，所以他们惊声尖叫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一批善于操桨摇橹的渔夫，风浪再怎么猛烈，他们还可以尽力挣扎，唯独遇到阿飘没力气，那个超越大自然的能力，他们吓死了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们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？他说我们怎么能够跟鬼怪相抗呢？这就对我们人生来说，我们最恐惧失措的，就是骤然发生、无法预期、难以逆料、无从解释、极黑暗的恐怖啊！如果没有事也这样子的话，那叫做恐慌症，了解吗？我认识一个姐妹，恐慌症，她说我吸不到气了，结果我们就拿那个氧气给她，她一吸，感谢主，平静了。其实那氧气筒没有开啊，根本没有开。他说：“哇，谢谢，真的平静了，这氧气多好。”那个恐慌啊，那恐慌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正当他们惊声尖叫的时候，结果发现那鬼怪竟然发生了，出声音那更恐怖啊，更恐怖啊！结果那个声音竟然是什么？耶稣的声音说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必害怕。”我们人生最难逆料的，却是边际禁欲。边际禁欲意思就是人的尽头啊，却是跟耶稣相遇、认识他临在的时机，好特殊啊！所以这段神迹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段神迹安慰我们什么？耶稣的显现正是最黑暗的时刻。最黑暗的时刻就是黎明，最接近黎明的时刻。人心灵里面最深度忧伤的时刻，正是转为最大喜乐的时刻。困难的所在就是价值的所在，危机的所在就是转机的所在。葡萄经过捣碎，变成芬芳的美酒。他们认为最恐怖的那个幽灵鬼怪，原来是主。他将他们最悲伤的哀嚎转为最美妙的音乐。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是我，不要怕，就是我是不要怕。他们就想起旧约以赛亚书，又讲到出埃及记，整个一连接起来，整个所有心头重担全部卸下来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彼得的小插曲。这个彼得的小插曲我们来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？第一个，我们来看边际禁欲的跳跃。他说：“主啊，
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边走到你那里去。彼得这时候再一度成为发言人，他比其他的基督徒、比其他的门徒更积极的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意思，表示彼得根本还没有办法肯定是耶稣。人生常常很多事情都没办法获得100%的保证，同意吗？没办法啦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信心才是最大的保证啊。虽然看不清，但是相信主的同在。所以彼得听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他就纵身一跳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来了，在船上比较安全，还是跳到狂风大里面安全？有主同在就安全了。所以主所可能他就跳下去了。这是信心的跳跃。请问你我有没有常常在边际境遇中，很多无法明白、无法控制的风浪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边际相遇中，边际境遇中，请问夫妻吵架，我要先道歉，伸手言和，请问会不会保证对方也伸出手来？我伸手，对方说我插不你，了解吗？请问要先伸出手的人会不会？那就是要凭信心跳跃。如果不伸手，如果对方不伸手，我们会不会很尴尬？所以成熟的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，对不对？不是做想做的事。所以不要计较，勇敢的、主动的伸出和好的手，这是很特殊的情形。请问结婚的时候，向配偶在上帝和众证人面前说出誓约，你们还记得那个誓约吗？我读给大家听，我是会背的，我每次读了我就重新得力。他说：“某某，我郑重的承认你是我的配偶，并且应许从今以后，无论环境顺利、富贵贫穷、健康软弱、成功失败，我都喜悦你、接纳你、敬重你、爱护你、祝福你、安慰你、专一于你，终身不渝。这是我向你所许的愿。”请问你有这种把握吗？万一现在看起来这么苗条，以后胖了呢？会不会更敬重？会不会喜悦啊？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她跟她老公闹完离婚，结果她老公实在没办法就答应了。答应以后呢，她说：“老公，我们虽然今天要离婚了，你可不可以再像当年抱我进入房子这样抱我出去？”结果她老公说：“好了好了。”因为被她吵得没办法，她老公就抱她出去。她老公一边抱一边说：“珍重，珍重。”她老婆好感动，她说：“哦，她希望我回去。”她跟我说：“珍重再见的珍重。”结果她老公说 ：“happy happy。”说有够大的，有够大的。我们人生面对婚姻，所以现在年轻人说：“我不敢保证，我不要牧师，你不要那个誓言，可不可以删几个好不好？”我说不行了，一定要这样了。说啊，买啦。这个叫做边际，我们中间怎么样，也是向前一跃啦。做父母的，你生儿育女，你哪里知道他会上什么？了解吗？他会怎么忤逆你，会怎么都不知道。我们都是凭信心。好，所以这段插曲在告诉我们，彼得成为我们的典范。他要做一个慷慨委身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想去帮助穷人、帮助落难者，或者为了容神益人的事，你主动去做一些事情，请问耶稣也允许你这样做，你就马上进入风浪里面，走在水面上，同意吗？不做都没事，同意吗？躺着干都没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应该因为困难而放弃，应当祈祷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明白主的赞同。所以你起始于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主动的积极，在做事的时候，最艰难的时候，勇敢的往前进行，依靠上帝的能力。最后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归给上帝。好，彼得的插曲这段以后，第二个是信心的跟挣扎。彼得一看仰望耶稣，就走在水面上，好得意；一看风浪，就摔下，就掉下去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：“不要看人，你就会跌倒。”同意吗？不要看环境，你就会软弱；不要看自己就灰心。那看谁呢？看耶稣，可是耶稣又看不到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。
彼得的眼睛一转离主，注视周围环境，看到风猛烈就害怕，就倒下去了。结果耶稣说：“是我，一拉就好了。”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这里，耶稣基督扮演一个即刻救援，伸手拉他。所以，我们无论多么失败、软弱，遇到难处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像彼得一样喊救。我觉得这个求援性在我们身上要大量的培养啊。基督徒要真的要培养，主啊救我，主就救他。所以彼得的故事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激励。随着教会的发展，门徒在狂风巨浪，门徒就把狂风巨浪的船成为教会的象征，而把彼得也就象征着那些愿意忠心服侍主、跟随基督的人。然后我们要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信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奇妙的恩典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就是那个驾着风浪的主；认识你是我是的主；认识你是一位在我们困难中你随时拯救我们的主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你，也更依靠你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